其實通關之後咧，好多嘅香港街坊咧都會問同樣一個問題嘅起好未啊？咁樣係啦。咁今日咧，我介紹呢個屋苑咧，佢個發展商咧係好有實力嘅。我覺得可以喺鏡頭面前都同各位觀眾講，絕對冇問題。OK， 咁佢一期嘅話咧，11月咧已經係交咗樓噶啦，業主已經收咗樓噶啦。而家在售咧就係2期君悦嘅越秀建發雙國企去打造嘅呢個屋苑咧。首先越秀咧，佢1992年咧喺香港已經係上市噶啦，旗下有30幾間創興銀行喺香港嘅。佢係全國最早開發房地產企業之一嚟嘅，亦都係國內資產規模最大嘅一間駐港香港嘅一個企業嚟嘅。呢個地產商咧係穩陣嘅。咁我哋想去睇下佢而家在售嘅戶型。就睇完最細面積嘅呢個戶型啦。咁我同大家講一講嘅呢一間房咧，呢度可以拆咗佢嘅，拆咗佢呢一間房可以直接出去露台嘅，係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去大少少面積嘅嗰個戶型睇一睇。各位觀眾啱先睇咗細面積嗰個中唔中意先？係咪覺得一個衛生間唔夠用？OK， 而家我坐喺呢個戶型咧，就有2個衛生間嘅，唔使爭廁所噶啦。就主人房咧就多咗一個衛生間。咁呢一個格局咧，其實同啱先嗰個格局咧係一模一樣嘅，只不過每個地方因為佢係多9平方，所以每個地方咧就大少少咁樣啦。咁客房咧亦都可以打通行出去嘅。呢一個咧就係89平方，等於957尺左右，總價 total 106萬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好啦，咁啱先咧就睇咗2個細嘅戶型啦。咁其實點解今期咧同大家介紹呢個屋苑先同大家解釋下，係啦。咁因為呢個屋苑咧，佢除咗係雙國企啦，佢亦都係隔離，即係樓下就係地鐵站嚟㗎。咁好多香港街坊咧，佢會有疑問打晒問號啦，就話中山有地鐵嘅咩咁樣？其實中山係市區內咧係冇地鐵嘅，呢一條地鐵咧就係廣州18號地鐵延長線嚟嘅，咁係2027年咧就會通噶啦。咁呢一個站咧就係火炬站，係啦，咁係廣州經中山再到珠海嘅，咁亦都係有個深圳嘅33號地鐵線咧，到時會經過呢個站嘅。咁所以以後咧住喺呢度嘅話咧，你去廣州、佛山、東莞、深圳、珠海各個城市周邊嘅城市，唔需要話1小時生活圈啦，半小時生活圈就 OK 噶啦，係啦，唔需要揸車，坐地鐵去玩啦。我哋而家睇一睇呢一個113方嘅戶型，等於係1216尺左右嘅4房2個衛生間橫廳設計。
其實咧，觀眾咧佢會關心一個發展商嘅問題啦，咁但係亦都好多觀眾咧，佢會關心翻呢個屋苑嘅一個位置嘅，同埋交通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喺中山火炬開發區，比較近深中通道嘅。咁喺呢度揸車咧，喺呢個屋苑揸車咧1個小時咧就可以翻到去深圳灣口岸噶啦。咁如果你話我唔揸車，我想坐大巴車，喺呢個屋苑嘅隔離太陽城嘅商場咧，坐大巴車翻到深圳咧28蚊就可以到達㗎啦。咁另外咧，落樓咧亦都有地鐵，所以咧個人咧係喜歡呢個屋苑。我哋而家上去睇一睇呢一個戶型先。